新竹市最近伫南寮渔港举办灾害防救演习，透过消防警员加民间的渔船业者合作，做伙执行海上拍火任务，也针对着船只导游灾害加强训练。因为基建问题造成漏油，船只在海面上载浮载沉，相当危急。船员们迫不得已，立即决定跳海求生。渔船发生危险，渔民跳海逃生，相关单位接到通报，联密派员前来救援，而且利用遥控救生船顺利将人救起来。12海巡队35吨级的巡防艇正在事故船的下游布设第一道港湾拦油索，防止油污扩散。另外一边，因为渔船故障发生漏油事件，海巡人员赶紧派人抽炸油用的锁啊，以防漏油造成海洋污染。船难的部分以及海洋污染的发生，因为这几年来台湾是很重要的航线，其实最可怕的是海上油污的一个污染，会造成生态的浩劫。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经由这样的演练的时候，让大家去熟悉可能以前不熟悉的灾难，那如果万一发生的时候，应该要如何让它降到最低的影响。各渔船无顺利发生火烧船意外，消防局甲渔民斗阵来到现场，第陆地甲海上做伙合作断水，甲火拍花。防范于未然的一个演练这绝对是渔民一个帮助了军民一家政府跟渔民都是一家这个海上的污染一些意外的事件都要由民间跟政府单位来配合。议会表示，希望透过演练，在意外发生的时阵，会使发挥应变的能力，将灾害损失降至上低。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